疝气的成因一般拢是因为腹壁的肌肉或者是筋膜因为受伤、老化，或者是先天性的缺陷，变得较薄弱，造成肌肉或者是筋膜闭开，和部分的肠啊或者是内脏痛出去。一般常看的就是出现伫个四肢部的腹股沟。而前顿性的疝气是常看的并发症，也就是肠啊落里疝气囊卡掉的，煞袂转去腹腔。为了避免肠啊坏死，必须要透过外科来手术。一般来讲，疝气在那个西方医学的治疗上面，大概是没有什么药物或者是其他的保守治疗可以做啦。那目前大家都是以外科手术治疗为主。外科手术又分成所谓的传统手术跟微创手术。传统手术的伤口会比较大一点，大概一般来讲会在4到6公分左右，疼痛感也会比较重一些，大概要休养个5到7天。那微创手术的话，伤口比较小，复原会比较快一些，通常疼痛大概1到2天就会明显的改善，那后续的恢复当然会比较快一些。那所以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存在的时候，尽量是早一点来处理，不要拖到有卡住了没办法处理的状况，或者是说拖延太久，造成这个洞越来越大，那之后在治疗的时候，因为洞越大，未来也有可能复发的几率会更高，所以可以的话，疝气是尽量早期治疗，也比较不会有后续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并发症的产生。卫福部台南病院对2016年引进腹腔镜的疝气手术，到目前累积超过100名的病人经验。因为腹腔镜甲传统的手术比较，不但工序较少，而且复原嘛较紧。同时，腹腔镜对着两边的疝气，或者是复发性的疝气的处理，嘛较具有优势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